我是乐乐，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你们好啊，我是乐乐。放暑假跟爸爸妈妈去海边玩时，我观察到岸边有好多不同的船，有的船看起来好大，有的看起来很小，但都可以浮在水上，不会沉下去。我猜这应该跟科学有关系，所以问了毛毛虫老师和姐姐，他们说今天就教我做一艘自己的小帆船，也许就能找到答案。我们快点一起来动手玩科学吧！要准备的材料有扭蛋壳、气球棍、气球座、油粘土、泡棉片、橡皮筋、剪刀、胶带、打洞机、扇子、水槽。小朋友们，这集的实验会用到剪刀，大家使用的时候要小心哦。准备好，我们就开始咯。把扭蛋壳打开，用胶带把底下的洞贴起来，避免水流进船内。取一小坨油粘土，揉圆后压扁，粘在扭蛋壳内侧底部。剪下约1/3长的气球棍，插入气球座后，把气球座按压粘在粘土上。放在水上测试，检查看看会不会翻船。如果会翻船要怎么办？如果船容易倾倒，可以再增加一些粘土，以保持稳定。配合桅杆长度，裁剪适当尺寸的泡棉纸，并剪成喜欢的风帆造型。用打洞机在帆的上下2个中间位置打洞。好了，我的蓝色帆船做好了。将气球棍穿入风帆的2个洞口，最后用橡皮筋缠绕气球棍，防止风帆脱落。小帆船就完成咯。准备一个大水盆，可以把小帆船放入水中，用扇子扇风让它前进。前进了，前进了，真的不会沉下去。姐姐，为什么船可以浮在水上呢？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浮在水上？乐乐问得很好哦。我们试一试把东西放在水中，就会发现有些东西会浮在水面上，有些则会沉到水底。压一压浮在水面上的东西，你会感受到有一股力量在推你。手一放开后，东西会马上浮起来。这是因为物体在水中会受到浮力的作用，而把它推到水面上来。不论物体是浮还是沉，都有受到浮力作用哦。有的东西会沉下去，有的不会。那会沉下去的东西就不可以拿来做船。那可不一定。例如油粘土，你可以把它捏成碗的形状，就可以浮在水面上咯。好神奇，变了一个形状就浮起来了。有了一艘可以浮在水面上的船，接着就是要让它动起来。今天教大家做的小帆船，动力来源是风。当风吹在帆上，就可以带动小船前进。风帆的面积越大，被风推动的力量也越大。如果船底下的重量过轻，就很容易进水翻船。那该怎么改善这艘小船呢？我们可以在船的底部增加一点重量，或是调整风帆的大小、形状，让船更稳定。你也可以制作不同造型的风帆，或是用其他材料代替扭蛋壳当做船身。我要试试看用2片风帆，嘿嘿，也成功了。我要叫这艘船乐乐号。日常生活中的船都是用金属做成船身，却不会沉下去。小朋友，你也可以观察看看船身的样子，这也是这么重的船能够浮起来的原因之一哦。如果你有观察到什么长得很特别的船，也欢迎你拍照下来，
寄到乐乐信箱跟我分享哦。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，拜拜！谢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，喜欢小行星，现在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阅小行星杂志，你就可以看到更多我们的故事。可以到资讯栏看更多资讯，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。